區點嘅代表，佢想作為一個朋友，去睇住 K 小姐最近嘅情況，佢想咧分享下咧對 K 小姐嘅心情咁樣樣。咁我而家時間咧交俾阿輝好嗎？多謝晒大家先。咁我叫阿輝啦。咁我今日唔係代表 K 小姐嚟嘅，咁我純粹係因為過去幾個月度陪住佢嘅時候咧，我睇到 K 小姐有好多嘅心情，我想同大家分享。咁呢件事咧，我哋最初知道嘅時候咧，其實都好難受，因為咧 K 小姐最初喺台灣發生嘅事嘅時候咧，佢一開頭發生嘅時候咧，都冇同過我哋講㗎，因為咧佢翻到嚟香港，佢其實喺台灣當地，佢話俾我哋聽。佢喺嗰一晚一發生嘅事嘅時候，佢已經想逃走，但係佢話佢好怕佢翻唔到香港，佢好想見到屋企人，所以嗰晚佢根本走唔到，係去到第二晚嗰晚半夜，佢匿喺廁所打電話求救，佢先揾台灣嘅朋友救佢。咁去到第二朝，佢喺機場咧係有幾個朋友喺台灣機場接佢，佢先至可以離得開嗰個嘅X 先生㗎。咁所以佢而嗰刻佢已經即時去台灣嘅機場報警啊！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咧，嗰個侵犯佢嘅人咧就已經即時嚟翻咗香港，咁啲台灣警方根本幫佢唔到。咁而最慘嘅就係咧，佢有啲人喺網上面話：哇 K 小姐好蠢喎，點解俾人侵犯佢唔報警啊？佢咪唔想報警啊？佢喺台灣第一時間已經即刻報警㗎啦。但係問題佢翻嚟香港嘅時候，因為佢參加嗰個活動嘅時候，佢知道當地佢嗰個活動有相關嘅牧者，就係頭先你喺邊度講嗰個陳先生。佢即刻揾佢哋嘅教牧啊，而翻到嚟嘅時候，嗰個牧者又用緊一啲好似係聖經嘅教導，就話呢啲事你應該交俾教會處理，唔應該交俾外邦人處理，唔應該法律處理，因為法律幫你唔到。但係呢個大話咧，我哋聽嘅時候已經知道係大話嚟嘅，因為聖經唔係咁教㗎，或者聖經教嘅時候咧係一個舊嘅教會時代，嗰陣時教會個教廷大過政府㗎嘛，咁梗係交俾教廷搞啦。但係而家都唔係係嘛，咁所以嗰陣時佢好難受、好唔開心嘅時候咧，佢連我哋朋友啊、屋企人都唔知。咁最後咧，佢去到發生嗰件事1個月之後，佢先佢媽咪知道。而當佢同媽咪去報警嘅時候咧，佢話當時嗰個團契嘅教會咧，有幾個牧者，佢話連續打3次電話嚟接住佢唔俾佢報警，又同佢講就係話頭先好似咁講啦，就話咁樣會影響教會聲譽啊咁樣。於是乎佢又再拖咗2個月，到最後咧嗰段時間佢話好難受。佢話嗰段時間佢翻到教會嘅時候，啲牧者或者師母又輔導佢，就話你失眠啊，你好難受，你唔開心啊，係因為你唔原諒人啊。咁所以呢件事咧，去到發生咗3個月之後咧，佢先至話俾我哋呢班朋友聽。好坦白講，做佢嘅朋友，我真係好難受。嗰幾晚我好傷心，因為我覺得點解佢經歷咗咁難嘅事，過咗3個月，我哋冇人陪到佢，冇人幫到佢。我哋完全唔知佢做啲乜嘢。我哋嗰陣時亦都好憤怒，但係嗰陣時咧，佢亦都表達得好無助，因為佢講緊佢完全唔知可以做乜嘢，因為就算報警，香港警方話件事喺台灣發生，佢做唔到嘢；台灣警方話嗰個人唔翻台灣，亦都做唔到嘢。最大鑊嘅係乜嘢咧？當我哋知道呢件事之後，我哋有班身邊識咗10幾年嘅好朋友一齊想幫佢。我哋試過出啲信件聯絡嗰個陳生，但係對方佢完全咧逃避我哋，唔作任何回應，甚至我約見面，佢講到明話：喂，你唔如果唔錄音、唔錄影、唔影相嘅，俾你傾，咁即係冇得傾啦。但係之後再話傾嘅時候，佢根本仲講緊好多大話，例如佢話：我從來冇講過唔俾報警啊，我從來冇講過你要一定俾教會處理啊，你有權報啊，甚至佢後尾扭曲到一個地步就話：我哋有帶你報警啊，你唔報啫嘛。即係好坦白講，當佢再講呢對白嘅時候，對 K 小姐帶嚟係極大嘅傷害。去到後來3個月嘅時候，點解 K 小姐願意而家再重新寫呢封信，去到而家半年啦，佢再寫出嚟，係因為佢見到侵犯佢嗰個 X 先生繼續喺唔同組織裏邊分享，繼續主動地接觸佢身邊嘅女孩子，呢樣嘢係令 K 最擔心㗎。而且當我哋處理呢件事嘅時候，我哋發覺喺呢啲事件原來唔止一次。我哋知道嘅時候真係好難受。而去到而家最 update，我早2日就同 K 通過信息。佢好坦白講，我哋好欣賞佢好勇敢，但係好坦白講對佢嚟講，呢件事佢覺得佢已經冇乜公義可以伸展。我好感恩嘅係佢對上帝從來冇失去信心。但正正因為佢對上帝冇失去信心，佢相信上帝教導唔係咁樣，所以佢好想教會站出嚟，話一個公道，話俾世界裏邊無論信耶穌嘅人聽，未信耶穌嘅人聽都好，教會唔係咁樣㗎，教會唔係自己姑息罪惡㗎，因為對我哋身邊嘅教會，佢哋都唔係咁樣睇㗎。我同我身邊啲傳道人講呢件事，佢話
黐線㗎，點解唔報警啊？教會實報警㗎喎呢啲事，點解講教會咁教㗎？我身邊好多傳道人、好多牧者都唔係咁講咁教㗎。由基督教代表，又人大代表咁樣，咁 K 小姐本身個教會牧者一路有爭取，但係最後係冇 say 嘅，因為大石砸死蟹啊嘛。咁所以其實主要係最大嘅阻力都係嚟自陳生咯。